向永生之主称谢，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，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135篇，诗篇135篇1到7节。要赞美上主，上主的仆人啊，要颂赞，你们要颂赞上主的名。你们呆立在上主的殿宇，在我们上帝圣所中的人啊，要赞美上主，因他至善，要歌颂他的名，因他慈爱。他为自己拣选了雅各，拣选了以色列民归属他。我知道上主伟大，我们的主凌驾万神，在天，在地，在海洋，在深渊，上主都随着自己的旨意行事。他使云雾从地极上升，使闪电夹着暴雨来到。他使风从他的仓库吹出。好，1到4节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要赞美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良善的，他对我们很好，也很爱我们，而且不是只有叫一个人赞美而已，是叫所有属神的人都一起来赞美。再来5到7节这一段讲，神比一切都大，他可以掌控天空、大地、海洋、风雨、闪电，这些自然现象都是神在掌权中的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世界的变化，因为神一直都在掌权。第8到14节，他在埃及击杀了所有的头胎，是人是畜生都杀了。在那里他行异能，显神迹，惩罚埃及王和他的臣仆。他消灭了许多邦国，击杀了强悍的国王，有亚摩王西宏、巴珊王噩和所有迦南的王。他把他们的土地赐给他的子民，赐给以色列民做产业。上主啊，你的名永垂不朽，万世万代的人都要纪念你。上主要为他的子民伸冤，要怜悯他的仆人。第8到12节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曾经做过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打败强大的国家，把土地给他的子民。这代表什么呢？神不只是会说话，他是真的会行动帮助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相信神一样会帮助我们。再来13到14节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名会一直被纪念，他也会帮助他的子民。当我们遇到困难委屈的时候，神不会忘记我们。所以重点是神看见我们，也关心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他。第15到21节，列国的偶像用金银铸造，是人手的雕塑品。他们有嘴巴却不能讲话，有眼睛却不能观看，有耳朵却不能听，他们的口中没有气息。愿所有制造和相信偶像的人都跟他们所造的偶像一样。以色列人啊，
要颂赞上主，亚伦家的祭司啊，要颂赞他，利莫人啊，要颂赞上主，所有敬畏他的人要颂赞他，要颂赞在奇安的上主，颂赞住在耶路撒冷的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然后第15到18节讲到，偶像虽然看起来很漂亮，但其实不会说话，也不会看，也不会听，就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。所以圣经提醒我们，人如果一直依靠这些假的东西，就会变得像他们一样没有力量。所以要记得，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只有神。再来19到21节，这一段讲到，再一次呼召大家，以色列人要赞美，祭司要赞美，所有敬畏神的人都要赞美。这代表什么呢？敬畏神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情，不是只有某些人，而是每一位认识神的人。所以最后一句要赞美上主，是所有人，是所有属神的人都要一起来赞美上主。以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是至高无上的神，掌管天地万物，我们要用心赞美你。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远离不好的事情，不去依靠错的东西，只专心信靠你。让我们每天都要记得你的爱，愿意赞美你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。